即马要讲乡土笑话。莫妮卡在吗？哎，这个画家，我伊来讲之前，我先讲一个吼。咱迄个健康讲座伫边啊，迄个叫做功能厅，11点有一个画展，就是伊的画会伫遐。所以我特别拜托伊开画展之前来遮甲咱讲一个笑话。我拄仔甲讲，阮的长辈嘛无笑，我要找你算笑吼。所以咱今仔日就爱大笑，啊，连咪咱嘛大会，咱大会到1点半结束，1点半结束的是欢迎咱大家刷过迄边参观伊的画展哈。来，我呢？我就是讲一寡迄个我的图，啊，甲每一张图的迄个背景的故事。啊，今仔日时间较短，啊，所以我讲本来真久安尼啊，今仔日主要是讲咱台湾人来到美国，啊，有当时啊会闹足侪笑话啦吼。啊，比如讲，阮兜住伫有屎，啊，所以迄山顶吼，定定有落啊。啊，搁有山西啊，有一工吼，阮咧后壁园仔吼，死一只鹿仔足大只，互屎咬死。啊，我就敲电话去 pest control， 啊，迄敲电话互警察局，讲阮兜死一只鹿仔，叫伊来处理。伊讲迄鹿仔死伫恁兜，你爱家己处理，阮干那处理吼，死伫外口路的。啊，我就无办法，就来合阮囝甲伊只鹿仔。安尼排出来外口，佫毋敢囥喺家己的门骹口，佫爱佫拖过几落间，吼，啊囥喺别人的门骹口，啊再敲电话互警察讲，哦，隔壁倒一户门口死一只鹿仔，啊因就来处理。所以恁兜若有迄大只动物死吼，爱用即种方法就足简单诶。啊，佫有一摆我发现着阮兜吼，迄花园吼有发现着蛇，我足惊蛇诶。啊，佫有迄蛇卵，啊，可见毋是一只，啊，所以我嘛是佫敲电话互 pest control， 啊，伊就甲我讲 ，leave them alone, they have living rights， 讲，讲你莫去甲乱啦吼，伊有权利住伫遐啦，啊，我足惊，我就足惊暗时去落无啦，啊，我互阮囝参详，阮囝甲我讲，妈妈你甲讲吼，迄是歹爽，迄是蟒蛇呢，好啊，我就佫甲敲，好啊，一个好手的吼，骑一台乌托摆来，讲哦，抓伫倒，迄是歹爽，迄是歹爽。我讲啊，即马无看的，可能秘伫迄地壳下面啦。伊讲安尼我无办法，后壁你看到吼，你甲围起来再敲电话互我。我讲哎哟，啊太美国真麻烦嘞，迄若伫阮台湾吼，敲电话去网咖，人迄夜市啊来，佫唱金卖吼。美国甲台湾无相像的所在，比如讲有足侪情形吼无共款。啊，我会记，我移民来美国差不多28年啊。阮小妹比我较早来，阮小妹来遮留学的。啊，伊当阵读126大学，啊，伊足爱食鱼的。啊，但是126遐较无鱼，啊，所以我就叫阮住伫纽约的朋友吼，甲寄迄个日本的迄个咸鲢鱼啊。吼，啊，咸鲢鱼会当藏较久，啊，结果有一工含伊通电话，伊甲我讲，哦，你迄咸鲢鱼吼，啊，我你整的时阵吼，阮咧大学宿舍吼，迄美国啊吼，哦，抗议啊，讲迄stinky 啊，啊，我讲毋甘等迄啥，所以我就半暝啊2、3点起来整，结果吼，所有警察车来包围啦，讲有人敲电话去报，讲有迄个尸体的味啊。哦啊，足侪即种吼，咱台美人来到美国吼，啊，伊就足侪趣味的代志。啊，尾啊，阮小妹住伫伊尾啊126大学毕业，佫去达拉斯佫去读一个硕士的时，佫生大汉查某囝。啊，阮老母来甲做袂来，啊，阮老母毋捌出过国，所以要出国的时，阮拢甲一寡牌仔伫裤头的吼，啊，就一面英语一面中文啦。我讲你若要看啥，你就英语的向美国啊吼互看，啊你看中文的就好。尾啊转来台湾才甲我讲，你牌仔写遐济，你也无甲我讲坐飞轮机食饭免钱。我安尼啉来甲想讲较欠的，到尾甲落飞轮机，
才想讲哦，啊，足枵的，要甲你买一块芳。伊讲免钱啦，啊，你写甲遐济张牌啊，也无讲这食饭免钱啊。啊，即摆去甲达拉斯的大学啊吼，啊，阮老母奉阮的心拢会去 campus 去散步，散步3工了后吼，转来甲阮小妹讲，恁学校吼一个乌鬼，你介意无？啊，阮小妹讲，较有可能嘞，哦，你遮老啊送啊搁介意，啊是安怎介意？伊讲我继续去恁的学校的散步吼，奉阮的心吼，啊一个乌鬼吼，逐工拢看到我就闷闷啊笑啦，吼，我看是你介意我。啊，阮小妹甲讲，人喺美国啊见面有熟悉无熟悉拢笑啦，毋是介意就则笑。啊，所以这乌巴桑的迄个第一摆来到美国嘛，足侪笑话。啊，阮还佫一个小妹住伫密西根，啊，因迄囝读 kindergarten， 啊，热天足热，因迄美国老师足大箍的，啊，佫穿一领低胸的，啊，躯个还是讲话。啊，因为迄美国人大箍胸部拢足大，啊，所以囡仔就用手去甲刺伊的胸部，讲 What's this？What's this？ 哎，老师讲这是胸部啦，恁老母嘛有。伊讲阮老母是生伫后壁，你是啊，太生伫头前。哇，因老师就敲电话甲阮小妹讲，你儿子是用一种很 serious 的态度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讲是啊，阮老母的头前，你发来头前啊。啊。我家己来到美国嘛，啊，佫足侪笑话啊，因为今仔日时间短短啊，敢若讲半年真久啊，尔吼。啊，我会去阮小妹甲麦婿，因来到美国的时吼，拢早期的留学生，拢经济较无遐好，所以爱去餐厅啊打工啦。啊，阮的麦婿去一间中国餐厅啦，啊，迄当阵早期吼。迄美国人啊，较袂晓食香菇，啊，炒面拢有迄个香菇丝嘛，啊，所以美国啊看到香菇丝，讲啊，这毛毛虫伊歹食，吼，啊，伊就旁转去叫总铺去炒，啊，迄厨师讲，你甲讲这个是香菇啊，哇，啊，这美国啊讲这个虫我不要吃啊，啊，这边唔炒，这边唔食，伊就来旁迄边数黏黏的食，会佫旁出来解决啦，啊，另外一个朋友啊。啊，我讲你即马才会遮大箍，伊讲我来到美国的时阵，48公斤啊尔。我讲你是啊遮大箍，伊讲我著去德州大学读册，啊去迄个牛排馆打工啦。啊，咱也毋知影讲牛排吼，有迄个medium well done，medium 什么 rare 吼，啊所以行毋对啦，啊毋对人客毋食，你若捧咧灶骹头家下面，啊著捧咧便所食，会怎食甲遮大箍啦？这足侪趣味的，啊，我来到美国，啊，我去斯坦福迄落大学内面有迄落adult school， 啊adult school， 阮咧迄个同学有一个巴西来，啊，所以暑假的时伊就转去巴西，啊，搁9月开学伊就来，啊我，啊，迄当阵咱来美国拢知影，咱美国人吼见面哈个，拢安尼。哈一个就好啊，咱毋知影讲南美洲爱哈2个，所以伊哈一个时，我就较紧脱身。结果伊搁复过来时，你屁伊挑骹，就来屁一个才臭迄搭。所以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咱爱知影讲吼，每一国的迄个哈个吼，是要爱贴一边，也是贴2边啦。啊，你若吼毋知影人的面情吼，会互愈甲喙皮臭迄搭。啊，我嘛真歹势，因为咱拢毋捌嘛吼。啊，搁一摆去请哪桶吼，啊，就看一个美国啊，穿一领衫咧不点拉街，啊，我就甲阮朋友讲，啊，你看那个洋鬼子哦，穿成那个鬼样子，迄个美国头讲，你才是洋鬼子，害我惊一个讲，哇，即摆美国啊，拢真厉害啊！啊，我伫斯坦福读adult school的时吼。啊，迄当阵可能1989天安门事件以前嘛，阮班上吼有一个啥物中国人的，迄啥物安徽芜湖医院的副院长，啊有一天伊就问伊就想讲，哦，我会晓讲中文啊，伊就问我讲，你昨天读毛语录了没？我讲啊，毛语录，我咧台湾3年
生主义我都不读了，还毛语录。我讲我不是你那一国的啦，不用读了。啊，到尾啊，听美事件以后，因就无咧调查即落啦。啊，哦，因为读阿达斯库有拍落去，所以可能是拍落去，我拢会做鸡卵糕嘛。我迄个一个上海来的一个学生就讲，哦，莫妮卡，你鸡卵糕做甲足好食。迄当阵是1991的时阵，咱上海无足济咱台商过。伊讲，哦，你这鸡卵糕真好食吼，你会当来上海开一间啊？我讲我嘛足爱去的，但是我鸡卵糕店要叫做台独蛋糕店。伊一个面全酥酥的吼，搁阮迄班上吼，敢若有2个台湾人。一个就是嘉南教会迄个即摆迄个陈牧师因太太，吼，Grace，伊含阮2个都共班，班上搁有一寡中国来的，哇，因咧中啉咖啡的时间就甲阮洗脑，吼，就讲好恁毋好看美国的电视，迄拢是好莱坞拍出来，恁爱看中国的网站吼，因拢会甲阮弄搞笑，甲阮就敢若2个台湾人，伊就甲我讲，莫妮卡，你知影咱班上迄个 Grace 吼，他是台独诶。我说，哎呀，你误会了，他不是，我才是正宗的。有当时咱会拄着即款情形吼，咱就甲幽默化吼。搁迄个。哦，搁咱来到美国有当时吼，有一寡迄个老先生、老太太，拢会有一寡讲一寡简单的英语，拢会笑死人。有一天有一个老先生塞车吼，车祸，伊要敲电话叫警察来，要叫救护车来，骹受伤嘛，伊车祸也袂晓讲吼。迄个救护车也袂晓讲，伊就讲弯骹五、弯骹砍、土骹碰吼，弯骹摸把布、弯骹摸 stop 啦吼，police 换伊砍，人伊嘛是甲救护车搁叫来。搁一摆我去 Lucky 买物件，头前一个乌里桑吼，摕一寡迄个coupon，可能遐个coupon expire， 人毋好用，伊就听无，拄乱微波，尾嘛是无办法用。我看伊换一个塑胶袋行3步，搁回头过来，记迄个客小讲 ，You give me remember， 迄客小就听无，我听有你甲我记好条。搁阮，这迄个足趣味的代志吼。搁阮去拉斯维加，21点，阮迄桌5个，吼，就3个台湾人离遐伊，2个美国啊。台湾人若现落牌讲有啊，若现落有拢赢。迄2个美国仔就想讲奇怪，伊若讲有会赢，所以迄2个美国仔讲有啊。伊毋知有啥物意思啊？就是讲，若叫有就会赢啦吼。搁迄落这嘛足趣味的代志啊吼！今仔日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阮囡仔时代的时阵吼，迄个天主教堂拢会分米粉有当时阮阿嬷就拢会甲阮讲，也是阮咧厝边拢讲，迄个阿芬迄个后礼拜天公生吼，你去甲师傅讲吼，讲后礼拜要天公生要去领米粉，我就去甲师傅讲，阮阿嬷讲后礼拜天公生吼，讲叫我来领米粉啦，迄师傅讲米粉拢发完啊吼，迄个米元的船吼，差不多后礼拜才会到家人港吼，所以吼，你去甲恁阿嬷讲，迄个天公吼，叫伊后礼拜才来。我就转去甲阮阿嬷讲，阮阿嬷讲，你去甲师傅讲啦，迄天公上大吼，袂介意，叫伊去周转一包。我就去甲师傅讲，师傅就甲我讲，你去甲恁阿嬷讲啦，迄天公也伫天顶啦，上帝也伫天顶啦，叫因家己去瞧啦。所
所以这个老人的故事真趣味啊。啊，搁较早阮拢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吼，啊拢会带阮去迄个台北文殊宫拜拜。啊，阮阿嬷拢买差不多5条金蕉、3粒柑仔、2粒苹果啦，啊，就开始求啊。伊讲文殊宫，你着保庇我大汉囝升官，第二囝大趁钱，大汉孙考第1名，第2孙。我阿嬷，你5条金蕉无够啦，你安尼哦要求遐济吼，无够。你遮少的成本要济吼，无可能啦。你吼一摆爱求1项，毋好求较济项啦。啊，我感觉伊是咧甲神贿赂啦。啊，搁迄个，我其实我昨日才，其实环游世界一年才转来，我去坐普鲁士，去迄个Jordan的 Petra 吼，迄个约旦的迄个玫瑰城，去才知影讲，哎呀，实在伤晚出来，太老啊，行无法，行无法吼，就爱迄个骑驴子嘛，落去落行拢会晓，但是要起来吼，爬行就爬无法，所以就迄个骑驴子，驴子因迄个有算敢若乌社会啦。那城区内面是骑驴子，出了城区爱骑马，咱遮大船马也爬袂起哩啦吼，马也无办法，就叫人甲我扶起哩。我要去欧洲佚佗的时，阮朋友讲，迄行李莫带伤济，就你毋好炸甲一大堆，爱买纸谱啦你若穿完就等伊上，免搁赶。结果因为搁去到Jordan热，搁骑驴子，搁骑马，转来到船顶要洗身躯，迄裤拢无呀，剩一条旧带，拢脱一个，毋知脱第二个。真趣味，就是讲旅行的时阵会发生足侪趣味的代志。阮去到摩洛哥啦，摩洛哥去迄个全世界，我时间到才甲我讲全世界迄个第2大的清真寺入去了迄便所沙无早大先入去，迄便所入去也无卫生纸，干那一骹水桶，搁一空，咱是讲浮落，哎哟，较会钻落壁，你可能方向毋对，搁活过头，搁钻落门，迄空内细空内钻袂入去，也无卫生纸，尾也无办法走出来，走出来，迄个人甲我讲爱用，因迄叫啥？右手摕水桶，左手去洗，咱老即只手要挖咧后壁都挖袂过真凄惨。去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去巴扎出来找便所，拢找无，忽然间看到一支电报条顶悬写讲 1 euro for two 啦，WC 我就较紧撞入去，敢若我是讲，阮朋友讲伊剩5角，我剩5角，安尼1箍咱2个入来，入去了也无看到便所，敢若看一条水沟啦，U 字形的，搁2只椅头后壁搁2个水道头，我就想讲因咧回教徒穿长蟒，便所徛去你椅仔顶放，到尾阮朋友看讲，无遐搁一个门，门开真正1 euro for two啦，一个坐一个跍的啦，我讲阮朋友讲，咱2个做伙入来，我讲你太遐戆，你著放了你才出来，我才入去。我讲较拄仔加载，我无跍的椅头仔顶放，结果才知影讲，人迄是咧入咧清真寺你洗骹所以有当时去到迄个回教的国家迄落便所甲人无共款。去到摩洛哥也是啦，迄古城内面迄便所也是沙无早。我入去，我讲偌济钱伊甲我讲2啦，我是讲安尼摩洛哥币两个底啦出来我就无换摩洛哥币，就阮姊妹钱1张50箍互我摕50箍互走，才走我40箍，一句了10箍，我讲英语听无，
伊讲摩洛哥话我听无，我就往骹站一个，伊就搁吐5箍。我讲毋对啊，即句了5箍，你就甲我讲2箍，我搁站一个，伊搁吐1箍，哎嘛袂使啊。啊尾啊，搁叫一个公亲来，搁吐1箍。啊尾啊，阮朋友讲啊，准煞3箍啦，伊就啊，但是伊找我遐个摩洛哥币是4张10箍的，啊我想讲伊拢无卫生纸，啊遮个钱一定大散。所以我就用遐钱较紧去买因的气筒哦，是即种植物啊，拍糊哒哒安尼一支挽起来迄种的，啊咱毋捌看过，所以我就去买一寡迄，找一寡银角啊转来。啊银角啊转来，我就摕喺铝罐内面吼，用香布洗吼，啊用迄个浴巾甲包的要互干，结果要走的时袂记得摕，迄份要多50箍。